坐下。小娟，你没事吧？你眼色看起来不大好呢。没什么事儿，只是有点头晕。刚才想起了以前的一些事情，休息一下就好。你放心吧，你住在我这儿啊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。我这次来主要是想我们俩能更好的配合工作，你不要分心，好好专注你的事业。去把我的 iPad 拿来。不去。去啊！你住在我这儿就好好休息，其他的什么都别想了。去泡杯咖啡。哦。夏雪，你真的没事吗？没事。你发烧了，快去房间休息一下。喂。喂，安玲，放我下来。喂。安林，啊，你冰箱里怎么突然这么多吃的？好多还是方便食品，太不健康了吧？哦，我在家吃的比较多嘛，所以东西自然也就多了。平时你不都是在俱乐部做饭给我们吃吗？怎么在家倒吃这些垃圾食品？喂，你好。你好，夏雪小姐，我是蓝天日报的主编助理。我们主编非常认可您的提议，希望您明天和安峰能够一起过来拍摄做采访。好的，几点？是上午9点，但是可能要辛苦一下，会拍到晚上。好的，我们一定准时到。好，明天见。好的，再见。Star Sky 封面人物的电话准备好，明天拍摄吧。哦。那你有整容吗？没有。你现在男性都喜欢找网红，你对会不会考虑找网红作为女朋友？虽然我周围的朋友都找了网红，但我目前还没有女朋友。你介意女朋友整容吗？不介意。你最想跟哪位导演合作？我最想和孔立大合作。越来越有模有样了。来吧。庆祝一下。好吧，恭喜你越来越像安峰了。恭喜你。恭喜我什么？恭喜你即将成功打造一个明日巨星。好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安林，我全心全意的打理你的星途，一心想要把你打造成国际巨星，我有错吗？为什么飞哥、莫妖、影子他们都不支持我？为什么？是我的错。不，你没错，我相信我的眼光，你就是天生的明星。小娟，你喝多了吧？没有，你就是天生的明星。
我相信你，我没有看错。夏觉，你喝多了，我送你去房间休息吧。我真的没喝多。夏觉，你在想什么呢？你也在为我弟弟的事情烦恼吧？安宁，别这么说。你弟弟的心愿，我们一定会帮他完成的。你怎么了？看着我脸上有东西啊？我饿了，想吃东西。你等着。